伫中秋连假11号暗时，严控1号民体伫航马的时阵，将电壳盘插伫延长线顶面，电力负担上过大，引起火灾，造成祖孙3个人死亡。现场烧甲真严重，连边仔住户也受到波及，规栋烧甲乌密麻，无法度住。96岁徐老先生厝内不止受到波及，而且为了配合救灾，厝内灶骹被拱出一个大坑。机长郭信良甲多位议员全拢关怀，期盼家属会当早一天行出伤痛。那永康发生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在中秋节前夕，那地方的里长包括区公所社会局，包括地方的民意代表，都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包括了房屋的整个的不堪使用要求社会局以及相关单位，除了在法律上的人道上的救济以外，那希望也能够根据法律的规定，将房屋的修缮列入考虑的一个项目之一。机长郭信良也分别致敬慰问金给受灾户，希望在区公所以及社会局的帮助之下，会当让家属恢复家园，重新回去正常的生活。同时也呼吁民众用电的时阵一定要细腻，避免意外再次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